我来看南美洲的秘鲁，在地发现一具5000年前的查某遗体，而且伊的指甲甲头毛拢保存甲真完整。伊的婚书顶抹的这领衫可能是真高级，有专家认为讲伊的身份真有可能是贵族。 秘鲁的考古学家伫日时表示讲，因发现一具5000年前的查某遗体，这个女性在生的时阵差不多是150公分悬，死亡的年岁差不多是25到30岁。专家讲，对墓中的太古来看，这个女性应该毋是精英，就是贵族。 Un alto estatus, sería una mujer de élite, ¿no? ¿Y qué? ¿Por qué? Porque está asociado a un buen tratamiento en el cuerpo. 考古学家讲，这个女性的指甲、头鬃和皮肤拢受到真好的保存，伊尸体的外层阁包真水、品质真好的纺织品，含一整彩色的羽毛去做的外衫，这拢会当看出死者毋是普通身份。贵族女性的存在，嘛表示女性伫这个社会嘛会当有真悬的地位。 Este nuevo hallazgo está reforzando y está aportando el entendimiento que ha tenido las mujeres, ¿no? En lo que corresponde a esta civilización y sobre todo que no solamente el varón tuvo una importancia relevante en la selección, sino también fue complementaria con la mujer. 这具尸体是伫古城阿斯贝罗发现的，属西元前3000年到1800年存在的小北文明。这个文明红看作是全美洲上早的文明，和埃及、苏美这文明是同时期。有了这个文明的其他的城市，即马已经红得作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。目前阁会当看到32座遗迹，包括真侪敢若金字塔的复合建筑。不过阿斯贝罗捌互居民忽视真侪年，红当作是掩埋场在用，一直到最近几年，专家才发现地表下骹的古早遗址，而且开始认真的研究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